料哈，我们下一个节目是这个要办这个三片烟台草桥结伴，2:45，他们等一下演出演到2点半，2:45分的时候，在我们的东功能厅有他们的教学示范，所以非常希望大人小孩子都可以去学戏，至少会让你们学一点小生小旦，还有一点点武打的这个戏，希望你们都能够留下来去学一点这个基本的身段。你要晓得哦，他们是12年的做工才有这种成绩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2:45分的时候，再请大家大家来去多功能厅，我们能够来学习一点点的歌仔戏的精华。好。So at 2:45 today, after this final show, we will have a Guzai opera workshop taught by these performers in our multi-purpose room. So we hope to see you there. 走啊！香到牛前，那香水。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你叫啥？我叫明星，啊你嘞？我叫